是的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是神的。阿门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咱绝对最有欠亏。阿门。我们徛去你的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主，我们徛在你的厝，直到永永远远来学乐你，因为你是现在的神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全能的主宰，咱的最想求过，哦，能主耶和华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将你
主啊，阮要无停的出声，我要搁脚来看近你，亲像鹿伫水边需要迄个溪水。主啊，互阮的心，互阮的灵搁较渴慕你。主啊，无你，阮啥物货拢袂当做。哈利路亚。我的心切切希望你亲像鹿的无溪水。阿妹，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幸福来敬拜你。我的心，我的心切切希望你亲像鹿的无溪水。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幸福来敬拜你。是你是我的困难。你是我的快乐敬拜，我心灵动动要降服你。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幸福来敬拜你。你是我的困难顶白，你是我的快乐敬拜，我心灵动动要降服你。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幸福来敬拜你。搁较脚步来唱。我的心切切希望你亲像鹿的无溪水。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幸福来敬拜你。我的心切切，我的心切切希望你亲像鹿的无溪水。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幸福来敬拜你。哈利路亚。你是我的快乐敬拜，我心灵动动要降服你。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幸福来敬拜你。搁较一摆来确定宣告。你是我的快乐敬拜，我心灵动动要降服你。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幸福来敬拜你。兄弟姊妹，你的心有切切羡慕主的爱吗？咱每一个人拢羡慕主的听，就亲像鹿啊羡慕溪水同款。所以咱明白上帝伫咱心内的迄个听，甲迄个快乐是偌尔啊重要。所以，毋但咱每一个人得到，咱也要将这会当分赐互别人。阿妹吗？咱有愿意来替别人祈祷吗？阿妹。所以咱今仔日这礼拜，不管什么人的祈祷，迄个祈祷的快乐，迄个恩典，嘛会祝福到伫你的身上。所以这个时，咱要来为着小组来祈祷，咱特别为着养亲小组，
杨青小组杨青牧区现在有民间小组以及移进小组这个拢是较少年的，差不多第30岁以下的，然后有伊的组长来家带，所以咱要为着这两个小组来祈祷，求上帝赏赐咱的这个青年人，互因入伫社会，互因会当伫上帝会听甲道路内面，行伫上帝恩典内面，阿门吗？上帝用伊的话来造就因，互咱的小组长充满智慧开力，来引带这个世代的青年人。我需要请咱举起咱的正手，举起咱的正手，咱相信咱的祈祷是大有开力的。咱现在，咱来为民间移进小组，咱开声来祈祷，1、2、3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感谢阿乐你，主啊，你会听伫阮的民间小组，因的每一个组员的心情，主啊，你的恩典甲你大的关联，拢伫伊的中间特别主，阮为小组长民间来祈祷，主啊，你的灵大大充满伫伊，主，互伊内面充满着上帝你的话语，充满上帝你的开力，当伊咧带领小组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亲自来引带伊，主你啊，看顾阮的移进小组，主啊，互伊的小组长因的同工，主啊，因的铁三角的同工，对上帝你的内面，常常为上帝你的开力，甲上帝你亲密，因为主你是因的开力，你是因的帮助。哈利路亚！主，阮将这组员每一个拢带到伫主你的面前，你的听充满伫因的心情，你的稳定稳定因的心情。主，阮感谢阿乐你，哈利路亚！主，你的听充满伫这个中间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来。我的心切切意，无你亲像路稀无溪水，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幸福来敬拜来，请兄你。弟来迎兄弟来，兄弟。哈利路亚。阿门。咱姊妹来，姊妹请。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幸福来敬咱拜做伙举手来，学乐一起来开咱平凡。你是我的归来平凡，我心灵动荡的航空里，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幸福来敬拜咱一摆宣告主，你是我的平凡。你是我的归来平凡，我心灵动荡的航空里，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幸福来敬拜你。只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幸福来敬拜你。我幸福来敬拜你，阿门吗？咱将咱每一个人开声迄个欢喜的灵，咱会开声学乐，咱拍拍啊，归互咱的主，哈利路亚。